金王子杀入中位了后，把杨子利用这个机会脱离现场了。这个时阵，神秘凶手金家旋龙大发雷霆之怒，抽出了断魂枪，准备射杀金王子。金王子的避风剑无可能砍断这位断魂枪，金家旋龙准备刀出第二记断魂枪咯。现在金王子闪过第二记断魂枪，使用燕子出下，挥发掉这金家旋龙的头上，按上这边砍断伊头壳。金家旋龙的头盔喷出万点金星，金王子的惊奇同时还滚刀。剑三死干铁刀。是的啊，我有气啊，小子，你有一手好功夫，这个就是我的劲敌。你敢用这个以铁为证，以臂为攻而杀死了铁刀爷狄志权。小子啊，果然是我的劲敌。哼，走哪里去？哈！哦，稳痛啊，稳痛啊！安尼甲挑一道啊你！啊，你娘我讲啊，阿姨看死人面样来啊！兄弟啊，咱明平哩啊，先伫先香你香，许我做内生，成本这种爱花啊，赚淡薄啊，你晓无？你做人这敢有够胆？那你安有够胆？哦，你要让我挑，哦，我就加减来甲挑淡薄，做一寡功德帮我捐钱。喂！正大胆，你甲吸到铁刀爷金体啊！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物你？啊！哎呦！我啦，我什么啦？我啦！来人啦！铁刀爷被人刺杀了，赶紧到河塘啊！铁刀爷可怜啦！哦，现在好人足歹做呢，你让我关门够水啊！啊！哦，要叫甜菜拄着甜啊老菜。阿刘，他注意了，大条诶，安呐，爱注意看。大家점你啦，较점你啦，注意看都无唔对啦。那迄个双角啊亮出来吼，迄就是新娘啦，啊。迄就是亲像人个庙壁一个画，迄款双角后头新娘，啊拿一支角个出来吼，大家都好溜啊呢。要袂叫跳只路棒呢，迄是妖龙呢，啊，大家注意了，好啊，注意哦，听声哦，大家注意哦。哟，老万贵啊，哦，大法师，不敢当啦，什么大法师，我这个孙娘是小法师就对啦。大家伫咧拜灵王，你也拢无去，今仔日就是5时3刻，灵王在要显真相。有啊，都我叫家丁啊，担一寡生理去拜咧，安尼太有效啦。老万贵啊，你都爱做一寡道德哩啦。哦，我道德做真济啊，因为黄帝庙这个雷公叫我都爱铺桥做路，好啊，这个附近啊。20几个桥，我拢甲修到好势好势，这就是即我的功德。无喏，即摆都爱救人哩咧。啊，法师啊，你是讲救啥人啊？我讲你听啦，灵王伫现场是安怎？你敢知？安怎？迄都是灵王伫受气啊，灵王欠水啊，现场出来到地吼，好会滚呢，滚落到地吼，凡世24庄啊，会拢全面嘛无对空呢。啊，救人性命胜造7级的辅导，你要听讲啥？哦，法师，你意思是，意思都爱水啊，然后爱水，我就叫人打水去。啊，你少够讲呢？迄水爱偌济，你敢知？爱偌济才有够？爱36000担呢！啊，遐36000担，我们担咧几落工，免爱付啦对。啊，你劳军当众去打水嘛，无应该咧。若无你是要叫我安怎？哎呀，遐就真简单啦。若简单，你甲我指示嘛。安尼啦，你赶紧摕黄金出来，哈？摕黄金，什么意思嘛？哎，5行相生相克，你拢无听人伫咧讲啊？啊，
金灵生水，迄用金来化水，安尼上简单啦啊！迄一两黄金会当化300担咧，啊10两化3000担，啊100两化3万担，啊你都摕120两黄金出来，就解决了。这，哦安尼啦。所以讲你讲你要做啥？你做功德咯，什么铺桥做咯，迄拢总是虚伪诈骗啦啊！连你孙娘120两黄金，你都唔敢牺牲啊？安尼要来救人？啊！你做什么无良功德？对，啊骗人的啦你！啊好啦好啦，雷公叫我收求，我就收求；法师你叫我献金，我就献金。哈哈，正讲个大善人，正讲大善人，唔通超过5时3更呢，好赶紧进行啊呢！好，行吧，行。干壁中比武力紧安怎？点，伊毋知啊，伊都即马气势归正啊，你咧？后底卡个，点，来，我来啦！各位，恁大家斟酌听吼，啊，这位就是大善人啦，大家宝的庄主，这个大冤家大王啦，啊，一边多就是大法师，我做罗宾啦，啊，今仔日呢。就是冤家献出120两黄金，要来解决困难，就是得要献水给灵王啦。假使若无献水给伊呢，恐惊灵王生气，啊，咱这全庄这良民会受了危害。所以，若冤家啊无少着伊的财产，所以献出着120两黄金，而这个所在本法师得要吹胡念咒，以金化水来送给灵王啊。当呀兵啊，当呀洋啊，当呀洋要讲你名我贵啊！什么以金化水？120两黄金怎么化水？你唔知安怎化？奇怪哦，我是捌看洗价钱，也唔捌看两吞金日咧。是安那洗价钱？迄人洗头咧讲祝福有无？啊，人喺桌顶摕红包，也会安尼人咧怎跳起嚟对迄个红包夹咧，迄部真赞呢。哦，啊，即马要表演这个两吞金哦，这部还佫较赞。戆人啊，迄个看起来骗术咯。啥物骗术？你可看呢老阿面，个老冤家真主善啦，迄个我捌伊啦。啊，凡是拍成假粮哦，啊假粮出来对只黄金怎啊甲伊夹走去？安尼老冤家白损失120两呢，这骗术的款哦。阿刘，你这算江湖恶道，你训练头，你看有无？正讲的啦，会使瞒过经过，啊袂使瞒过我这老千。啥玩意都经过，啊经过都真溜啊！啊我这老千啊，就是怪友啊，所以呢，我较早伫乌道混遮久咧，我看有咧。啊那边啊，赶紧处迄个倒卡来去，这黄金先来提走，也无会去互人家的。好啊，你，这。哦，牛买车，大兄你都讲地我唔食本地啊，养养村啊！各位善男信女啊，恁大家头咧咧，目睭唔通闭紧嘛，目睭若闭紧啊，你看到灵王会惊，灵王若是互恁惊到啊，伊会起毛歹，啊起毛歹伊会滚咯，滚来到来真凄惨。大家目睭拢啊开头咧咧，灵王准备出来啊，注意啊，那么听。120两来了，偌济7斤外尔，紧的啦，苦的啦，哦，明仔溜。哈！李中义，当朝极天文的人已经破这个骗局，现在自将这位假粮这边给收拾了。救命嘞！你能到？你大法师。输呀啦！恁这班江湖骗术真大胆，你这个所在模仿灵王啊！你这骗财，我给你收到命哩！哎呀，大呀！要你啊！我讲你听啊！是咯，你这位活命哩！我讲你听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那是乌水寨首领强不灵甲陆天英的命令听说。好，你带来乌水寨，我来让这个乌水寨首领陆天英强不灵生效。来，行。
千草王啊，好嘢啊，好嘢啊，120两。你有唔通学白想呢？这黄金爱归元主，这是大元月呢，赶紧刚来行大元月。哇，我都弄死了。哦，千家灵公道大家光临失敬，免礼，现在破了。哈？什么破？移出。好，这是我事哦。不要紧，你叫我来办都无唔对啊。回我来呀！您这般骗术，乖乖受罚，依法处理。哦，这个你的身手意识。哈，你这个壁咚壁，见着？壁咚壁啊，叫咩呢？哦，我这要改写规程啊，咯。是啦，既然该要改写规程，壁咚壁绕台山之因嘛。安尼好，看念道行千卡灵公道的面相，要你话名起来。多谢。安排这边我交代，唔免动你，理所当然来哩啦。咱这个污水济爱改善啊！大家爱树农工商打商卖菜，做一个善良百姓，千万都唔通这个所在修缮违纪，有听无？准备这边交代壁咚壁啊，准备。明枪迎闪，暗箭难提防了。你这班小人，你敢用毒酒这边陷害我？哈哈哈！牛逼！最好你将你身上的行量秘籍骗给我，留你的性命离开污水街吧，断然免讲，我你该死！英火蓝队高官，壁咚壁互相紧张，这边拍出重围。安尼咱这件事已经做完毕啦，我要过来去卖仙草地啊！来啦，千草王啊，咱斗阵无偌久，你就要离开？我足无欢呢。多点，若到千草王斗阵哦，好感觉过日足快乐的日咧。有影啦，我的人都喊的人生海啊啦，对不对？唔免想计较，若赚有钱啊，加减都爱贡献给社会啊。我知啦，我都拢无啥趁钱哩咧。我去慢慢赚啦，钱慢慢赚，身体顾健康上要紧。哦，这个大歹人壁中壁推。对啊！你话大条的啊，会做唔少也咩啊？别来，嘿啊！推呀！哦，不利速推。壁中壁受了乌白两队人，这要甲伊攻击，差到地包围上策。拿来！哦，对哦。壁中壁屋楼经做连了舞，英选有无对头风，来到吴心林地界，又看到伊三大名士甲昆仑关人到了。哎呀，不妙啦！走！热度走哪里去？追冲！壁中壁走来到这个所在，静海吴心林，一望无际大海，伊感觉这个所在是归属的地点。好。热度已经到了这个海底，看起来伊的身躯身的淋漓，有了重伤，赶紧落海来救起来。对啊，请慢啦。危险啊！这个所在人叫做神秘海呢，是一个神秘的所在，看起来这个水清清，但是这就是叫做弱水啦。就是这老仙甲修士定在咧讲，3000神秘海，蓝色弱水深，乌毛飘不起，落花定地沉。你别想我这个乌毛甲落花上轻的物件，甲担落去，同款叫沉落。何说咱人哪有可能呢？这要是何想？看起来武力紧，伊就是武力不足，所以今日才受这个报应。热度啊，你就是恶报啦，多地啊！
我来了。哟，金王子替娃娃。是啊，现在探听乌水这土位有不足，这个非敌不可。呵，你来盖赞，那你来哦，稳当特当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乌水这土位是千千万万的，啊，咱这四五个人去哦，绝对用水回啉水，才有人无够啦。即摆用地主，唔通用力的。我甲你讲啦，金王子替娃娃是不是剑哦，盖师傅对了？哈，迄太郎如斩龟切菜，势如破竹呢。你毋捌听到伊名声？那都唔捌听到你咧。敢安呢？啊，我袂骗你啦。也无打变怎？啊，你头壳很大粒，你较头脑较好，想好啥物办法？我看咱买一寡炮吼，来山一下，哈，迄厝前厝后给放，啊，给惊动，回家土也袂串结，也安尼金王子替我甲撒入去中济去收伫土里头，哈，人讲钦察都爱钦王咧，啊，开始这乌水就无甲抓你咧。嘿，讲来道理，你头壳扫够赞。咦，干那你才知？好，赶紧来进行工作。行。辛苦林公主，多谢你的帮忙。听说这个壁中比武六军已经死了，哈哈哈哈！死真好，死则无后患啊！伊所有一本的降龙秘籍叫我得到，认真的研究这个降龙的秘诀。降龙秘诀有什么内容呢？咱练这个降龙秘诀目的，唔是要去降这个妖龙呢，目的就是要保护安化王朱典魔夺占大明的锦绣江山。吼，安化王身为秦王，还未满足，想要要做皇帝。真是天高未是高，人心杂杂高。是啦是啦，废话少说。也毋过咱要安怎样亲近这安化王呢？只有一个办法。我3个月前有掠一个查某囡仔，哦，这个杨氏，这个查某囝叫做伊飞香啊，生做骄子绝色，完全敢若亲像仙女下凡啦。自从这个美女送回安化王朱典魔，伊就会甲咱重用。哈哈，真好真好，英雄是咱国美人关啊，无错。哦，山顶山后，迄官兵哦，拢甲咱包围了。什么？官兵团团包围？是啊，迎来将东，小罗啊，铁定啊，哦，这边的，呀塞！兄弟，你无溜的，你靠尾到啊！呀哈！金王子单人窜入中地，你好入阳魂。有相开好啊！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金王子替娃娃。哦，真早都听你的名。盖好，恁这班土匪要到哈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不能够组织啦，想要返回篡位，乖乖自困自白，送我官府治罪。小小红钳大敢上山擒火把，我大梁未变，又千水斩鱼下呀！好好。天卡林公主使用18罗汉掌，特别伤杀金王子的性命。金王子也特别使用这个时机赶快落。罗汉掌。讲我确实袂歹，来，我两兄弟来应付你。你这个土匪头，自吹死路，若不能，因两兄弟应付着金王子这个时阵，天卡林公主利用这个机会，把这个女人夺走了。
伊免甲杀掉一个。你杀掉一个，我嘛甲杀掉一个。这了如拢走去啊，这两个是要安怎来甲处理？这两个都爱甲送甲官府治罪啊。哦，甲送官严办。对啊，内面这牛草啦、金银财宝吼，拢甲交入国库。安那有道理，安那有道理。我问你，饶命你啦，金王子，我会改邪归正啦。我兄弟一定会重新做人。杀人放火无在害命罪改定，你哪有可能容赦？喂，我问你，这个天卡灵公道走去倒位？伊是踮咧什么所在？伊本来是迄个逆天门的，伊讲得咧去投效这个安法王书典无啦，安法王吼想得要做皇帝，这是犯错啦。安尼哦。是啦，你都会用阮话。明理，将你甲你交官府治罪，内面这金银财宝吼，拢甲伊献公就对了。来去，掠来交官府治罪。大明朝的干王朱典武带着妖爷败驾，踮到黄帝庙拜访天下名医雷公，正气山庄爱国的志士，黑连旗甲黑连勇兄弟埋伏在中途，特别诛杀掉这个干王，保卫国家，为民除害。初出茅庐的白甲杨太，黑白难分，是非不明，一心想要保护皇亲的安全无事。双方展开小混战，这个时阵，白甲杨太要投出着个对方棺木。刺激啊！黑连玉头壳已经被断，黑连旗看到他手指头壳被断了后，精神散乱，遭受干王的妖孽杀伤了。这个时阵，金王子及时赶到。稍等咧，有我白甲杨太在此，王爷绝对安全无事。好啊，恁这狼狈为奸，明明自食其果啦！两人一触即发。太王子这要到五梁宫拜水中国，又遇着金家宣扬神秘凶手这个对面，现在伊性命可比黄忠胜，结果如何？请看详情。